家己水上的三界埔早期是分丘的大产地，后来做粉的产业落济，分楼一间一间收起来。为着要甲过去的产业基地留落来，村民用竹仔甲稻草模仿分楼的外形，去一搭亮灯仔，成做社区的长辈讲过去的所在。村民大家行入来灯仔内底，伫遮通好休凉，阁会使做伙食物件。这里用竹仔甲稻草搭起来的所在，是嘉义县水上乡三界埔的社区志工按照以前分楼的形体起来的。因为我们的烟楼都已经都倒了，大部分都倒掉了啦，都没有再整理，所以我们就用那在地的那个植材，就开始我们志工一起在那个全部都是他们在做。嘉义县水上乡的三界村过去有介侪分田。嘛捌起过袂少大家通做伙工课的分楼，因为产业豆豆落济，社区发展协会甲社区规划署合作，用上新钱的做法起一座分楼造型的灯仔，互社区的时代来使用。大家拢是做这农村的工课就对，这是因的回忆啦，因的记忆啦。包括讲阮这老志工嘛是拢要凝聚这个力就对，要回忆阮过去的迄个农业的生活。这是他们老人家走路的时候可以休息的一个地方。年纪大了，我希望他们走在半途路中，如果突然下大雨，他们有一个点可以休息，可以躲雨，可以或者说很冷的时候可以刚好进来遮风避雨这样子。社区把营地的空地整理好势，搁利用清出来食物做材料搭制作灯仔。即马除了是将来是大休喘开讲的所在，续来嘛要配合社区的产业开办课程，为规个社区营造新的气氛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